又好腳法，控個波又穩，你根本冇可能，即係好少機會能夠咧係搶翻佢哋個波。好似啲穿花蝴蝶咁彈嚟彈去。邊度再彈翻中間，你話到有去到禁區頂，咁呢個時候咧先至咧，因為兩個挪威嘅球員埋嚟咧，左右一夾之下咧先失嘅。波利伯咧送個直線俾前邊，好啦，準備入禁區，好過埋你有機會追成平手啊！冇錯，追翻係1-1。費奧就咧替挪威追翻1-1，仲有7分鐘，時間就係下半場嘅38分鐘。咁即係話挪威咧。係仍然有希望，挪威就仍然有希望。睇下嗰邊嘅戰果喎，仲要嗰邊嘅戰果咧就係咧係摩洛哥就贏緊㗎啦，贏緊咧蘇格蘭2-0，仍然贏緊呢個2-0嘅比數。哇！呢個波好嘢啊！過咗咧係拜安奴嘅兩個身材高大嘅球員啊，喺呢節嘅鬥法之中咧，費奧係贏咗嘅。咁啊，剩翻落嚟嘅幾分鐘嘅比賽時間雖然係好短啊，我相信挪威球員咧係唔會放棄任何機會嘅。即使喺數字上嚟講咧，佢哋係一個處於比較咧係不利嘅位置。李安納度、利華道、邊度有個大包你話邊度？我諗其實咧朗拿度咧，我就覺得呢個波佢俾得有少少瑕疵，佢其實可以咧再等一等啊。但係冇辦法啦，固然咧係。唔可以咧做到10條10尾嘅，波中間頂，哇！又有機會啊，費奧又有機會。